家多起来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在明君喜欢这首歌，为什么呢？当时为什么喜欢《拎家多起来》这首歌？是你有姐姐吗？我没有，好可怜。有妹妹吗？应该有一段悲惨没有，也没有。那有弟弟吗？有。你是人家的姐姐吗？是。你有没有曾经住在市区以内？我一直都在市区里。所以我们为你带来这首《拎家多起来》。一片清醒刷来顶落海，我对你像是靠比爱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清晨10点来告诉我，清晨10点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的走，像绳子一样等半年，不管月圆月缺，不管花开花谢。群星会来了，太过分了，又接的那个接的好顺哦。对呀，你干什么？想把那个干冰一次用完？来，柯宇谁伦、陈伟兰、柯宇伦、陈伟兰，对。可是刚刚唱的没有错啊，只是换歌而已。换了歌，我换了歌就不行，我这样不行。对呀，你能接受和尚然后穿牧师的衣服吗？对啊，你这感觉就不对了嘛，对不对？已经念北女还背建中的书包了，对不对？你能接受邮差然后进去坐到3年5班北一女的座位吗？不能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总不能来天才向前冲，然后叫他飞哥嘛？对嘛？飞哥好，做个比喻而已。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们摄影师有没有2手推的是烧麦，你能接受吗？意思是一样的嘛？站在我现在这么说就对，对，所以这很怪的嘛。还要再举例吗？宪哥你好可爱。哪里？来，好，过来。一起个大口袋，时阵亲像妖鬼怪，一蕊好话插牛腮，啊，你这个实在有悲哀，客完一暝拢两三来，找无社会。是自己改的吗？这一句哦。想来想去我真无奈，K 完几米拢能3排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到底是照唱？就是说 K 完一个晚上都起来2、3次尿尿。因为5个像人 NONO 最近就得肾结石嘛。对啊，好严重哦。我们也希望大家很快可以节哀顺变。我就教他能吃的就尽量吃啊。好，对，这一阵子尽量大家不要有遇到 NONO 不要让他生气，就让他开心的过吧。吃什么好吃的就给他吃，不然会尿裤子。等他讲什么我们就顺他的意，就照着他的去做。啊，没有问题。真可惜哦，一个年轻人这么快啊！宪哥不是胆结石吗？啊？松哥不是胆结石吗？肾用的比较凶，对，肾结石，胆他没胆怎么会结石？好来，伊是一个大口袋，时阵亲像妖怪怪，一蕊好花插牛腮，叫你们的经理来。这个歌你不熟的，叫你们的经理来。宪哥我们真的不太会唱台语，叫你们的经理来，哪一位？恁这实在真悲哀，恁这实在真悲哀。对，顺的。我们刚刚都觉得这些演员歌唱的不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刚刚你们致歉。对。你们真的唱的很好。对呀，突然接了。想去我真无奈，找无社会来排解。只有对天大声讲出来，人家看面就知。周文贤，你要卖药广告。对啊。啊，恁姐啊，大起来。好，对哦。